讲到屏东因人口流失是真严重，而且囝个生少会影响到学校招生。全屏东去年有6间国小甲分校停办，今年也有2间当咧评估。 下课时间，空快校园甲运动场，敢若2、3、4个囡仔做伙咧耍。高树泰山国小全校79个学生，其实有13人是去年对附近的南华国小转来的，因为因原本的学校已经停办。109年的剩5300几个嘛，减少差不多365个嘛。 减少有18班啦，对103年到113年，差10年的时间，咱就会减少2000几。因为少子化冲击，去年伫屏东，包括南华国小在内，有6间国小分校停办。今年当咧评估另外2间国小。 囡仔愈来愈少，目前全屏东164间学校，有54间学生人数较无100人。囡仔若伤少迄阵吼，对这款学习是足不利的啦。咱为着要互囡仔更加较好的教育有无？迄囡仔你若介一伴，介一迄个朋友有无？介一学习的迄个做伙当分组啊，迄是一种足快乐的代志。毋但愈来愈侪学校招无学生，嘛愈来愈侪厝无人住。这边吗？ 就是这边，带妈妈她还是走了嘛，然后她儿子也在逃离，这都变成冲突了。这是屏东市兴乐里附近有2间百货公司，是屏东市闹热的2人区。不过，行入巷仔内，煞真侪空厝，亲像里内的平鲁新村，原底有50户，即马敢若剩4户，嘛拢是老人。这的林长已经90岁。迄刚邱老师讲伊伤老啊，无法度做林长啊。我讲邱老师啊，你上有气的，你做林长啊，才要做。对啊。吴专家讲，伊做里长26冬，里内人口对1600人降到剩800人。厝吼愈来愈老化，啊，即马有的少年囡仔伊就无爱大，吼啊，种剩这老的住伫这阮里内，吼啊，所以人口数来讲呢，阮就愈来愈少，啊，你就感觉讲，这个所在吼，变成讲无一寡迄个新生儿了，对吧？今年7月，兴乐里甲附近2个里要合并，规个屏东市原本79个里要减到59里。屏东人口若是降到80万以下，刷得来人议员人数嘛爱减。蛮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原来的席次是那么多，然后突然要调10几席。如果说依照选委会他们的估算呐，估算可能要调10席以上，那相对的以后的选举，地方的选举就非常的激烈了。各地偏向人口消失的问题有偌严重，大都市的人真恶想象，废校甚至是废里废村，拢有可能会发生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哲，屏东报道。